我感觉咱真速配。林志明，我介意你。你敢是认真的？我甲你招，你不爱来，原来是甲家己来食饭哦。大好，我打算要开始约家己。你拄则伫内底直接伫友大河面头前安尼讲，我真正唔知影要讲啥。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咧无欢喜啊？莫造成别人的困扰，好吧？你哪就安尼讲话啊？介意一个人，就是小宝的开始啦。就算讲是安尼，你嘛无必要对伊遐尼残忍。看伊伫拢是这种人。会当去爱人，迄是我尔好的代志，因为咱拢毋是一个人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若是一个人。